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箴言第3章13节到18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谁能蒙福？福音是给谁的？一直是困扰着犹太人的问题。或许你要问，为什么不是非犹太人的困扰？是的，事实也是如此。但是犹太人其实是最受困扰的，因为呢，他们非常的自私，只愿意领受祝福，不愿意承担呼召的责任，来分享上帝的福分。他们不愿意去读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呼召。上主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故乡、亲族和你父亲的家，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我要使你多子多孙，他们要形成大国。我要赐福给你，使你大有名望。这样，人要因你蒙福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给他们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他。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。”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。亚伯拉罕他受呼召蒙祝福的目的，就是要使人们因他而蒙福。所以亚伯拉罕的蒙召是上帝使万人蒙福的使者以及工具，这也是犹太人，也是基督徒们受呼召的责任。这里的万人所指的是非犹太人，是犹太人口中的闲杂人等。我们参考那个出埃及记12章38节和合本的翻译。牧师认为这个翻译不太适合。现代中文译本2019年的版本翻译为许多外族人和牛羊也都跟他们一起走。这个外族人的翻译是比较贴近原来的意思。有些牧者将闲杂人等解释为麻烦制造者，或者是累赘。但是牧师认为这是错误的解释圣经。圣经要说明的是上帝的救恩，他的恩福不仅仅给犹太人而已，连那些外邦人也都能够领受的。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，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说得非常清楚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持续遵守我的教导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会认识真理，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。”他们回答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隶。你说你们会得自由？”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每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隶。奴隶在家庭里是没有稳固地位，儿子却始终属于家庭。要是上帝的儿子使你们得自由，你们就真的是自由人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可是你们想杀害我，
因为你们不接受我的教导。我讲的是我父亲指示给我的，而你们是做你们的父亲告诉你们的。犹太人自义，他们这样认为，他们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役。他们其实就是忘记了上帝差遣摩西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奴隶，离开那个为奴之地的生活。他们也忘记了他们曾经被掳到巴比伦，被巴比伦帝国还有亚述帝国所奴隶的这样的生活。他们曾经在需要的时候也恳求了上帝的怜悯与救恩，但是他们却在生活平顺的时候忘得一干二净，甚至他们得到了救恩，就变得非常的固执而自私。他们拒绝了救恩与给这个罪人外邦人分享。犹太人自己得到了自由，但是却不是真的自由，因为他们内心囚禁于拒绝别人蒙福的这个牢狱之中。这并不是一个有上帝智慧的人的行为。箴言第3章第13节到第18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寻求智慧的人有福了，找到悟性的人有福了。智慧比银子更有益处，比金金更有价值。智慧远胜过于珠宝，你所爱慕的没有一件可以跟它相比。智慧使你长寿，也使你富贵荣华。智慧使你过愉快的生活，领你走平安的道路。聪明人有福了，智慧要给他生命。保罗是一位明白上帝旨意与呼召的人，他又说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要你们知道，有好几次我计划访问你们，可是总有一些事阻挡，不能成行。我的目的是要在你们当中领人归主，好像在其他外邦人当中一样。因为无论对什么人，开化的没有开化的，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所以我迫迫切切的把这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罗马书第1章13节到15节，保罗说明了他所领受的福音的呼召是并没有差别的，目的就是要将福音传给所有的人。保罗另外在写给哥罗西教会基督徒的书信里面说道，换上了新我，这新我由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加以更新，能够完全的认识。这样来说，不再有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区分，也不再有受割礼不受割礼、野蛮的、未开化的、奴隶或是自由人等的分别。基督就是一切，基督贯彻一切。上帝爱你们，拣选了你们做他的子民，所以你们要怜悯、慈爱、谦顺、温柔和忍耐的心。有纠纷的时候要互相宽容，
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。在这一切之上，要加上爱，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。基督所赐的和平要在你们心里做主。为了使你们有这和平，上帝选召了你们归于一体。你们要感谢，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地常住在你们心里，要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、规劝，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从心底发出感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。无论做什么、说什么，你们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借着他感谢父上帝，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按照耶稣基督的引导，遵行上帝的召命，成为福音中心的仆人，使所有的人，包括所谓的外邦人、化外人、罪人，都应当是蒙福的、得福的人。诗篇102篇第1节到第17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。在我陷入困境的日子，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。我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立刻回答我。我的生命如烟雾消逝，我的身体像炉火焚烧，我的心像枯干的草被踩碎，我连食欲也丧失了。我呻吟叹息，我全身只剩皮包骨。我像荒野的野鸟，我像废墟中的猫头鹰。我睡不着觉，我像屋顶上一只孤单的麻雀。我的仇敌整天辱骂我，戏弄我的人指着我的名咒诅。因你的气愤和恼怒，我吃炉灰，像吃饭一样，眼泪混着饮料喝。你把我举起来，又把我摔下去。我的生命好像是黄昏的暗影，我像枯干了的草。但上主啊，求你永远掌权，世世代代将怀念你。你要起来，要怜悯锡安，因为你怜悯他的时候到了，现在时机成熟了。虽然锡安已被摧毁，你的仆人还是爱他。虽然他已经成为废墟，他们还是怜惜他。万国要敬畏上主，地上万王都要畏惧他的威仪。上主重建锡安的时候，要显示他的荣耀。他要听穷苦人的呼求，他不会藐视他们的祷告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与呼召，好让我们愿意跟随你的旨意行，成为众人的祝福，帮助人蒙恩得救。感谢主，谢谢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